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美聯物業上葵涌分行嘅 Alfred，今日會介紹大家一個石蔭路高層特色兩房單位。單位全新裝修，啱啱見到嘅係客廳位置，跟住出邊有一個大概接近300尺嘅大平台。單位係大廈嘅高層位置，景觀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好，再望一望個客廳嘅位置。單位做咗開放式嘅廚房，裝修嘅用料都算幾等本。而家見到嘅係單位嘅客廁位置，單位係兩房間隔，而家係其中一邊嘅睡房，跟住係另一邊嘅主人房，裏邊做咗大衣櫃同埋獨立嘅洗手間。呢個單位絕對係非常之罕有嘅，已經做好晒裝修。最適合一啲買樓預算唔多嘅上車朋友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都有興趣嘅，歡迎同我預約睇樓。